午後的日光總是帶着一種近乎殘酷的坦白，它穿過落地窗的玻璃，在柚木地板上切割出稜角分明的幾何形，灰塵在光柱裏旋轉，像無數個懸浮的磨人認領的秘密。手機屏幕亮起的瞬間，推送的標題像一枚淬火的釘子，精準地射入了整個中文互聯網的視覺神經。那是一張模糊到幾乎失去意義的監控截圖，角度刁鑽得仿佛來自某個被遺忘的角落。畫面裡，一個穿着寬松素色衣衫的女人正俯身在地板上，長髮垂落，脊背彎成一道清秀而謙卑的弧線。而背景裡，那雙踩着居家拖鞋的角畫，紋着一朵小小的、幾乎褪色的黑玫瑰。所有人都認得那雙腳畫足於張柏芝，就像所有人都認得出那個俯身的姿態，曾經在紅館的舞台上被千萬束追光烘托成天后的王妃。但真正讓輿論炸裂的是 Marcus， 那個向來以毒舌和精準著稱的娛樂圈觀察者，在個人直播裡用他那把沙子般的嗓音只說了一句話：桂枝角度47度，監控時間凌晨3點17分。各位，這不是探病，這是認領。這句話像一塊投入死水的隕石，激起的不是漣漪，而是海斥。人們開始瘋狂地截圖、放大、分析像素，試圖從那片模糊的灰綠色影像裡榨取更多的意義。監控畫面來自像柏芝位於淺水灣的獨立屋苑門廊，角度低矮，顯然是對着地面防潮層安裝的安防設備。而王菲的身影出現在那裡，本身就已經是一道超現實的裂縫。要知道，這兩位女性之間橫亙着的是近20年的媒體敘事，是兩段與同一個男人糾纏的情感編年史，是無數個被狗仔隊偷拍的、被綜藝節目調侃的、被情感專欄反覆解構的瞬間。他們從未被鏡頭捕捉過同框，更遑論在凌晨時分，以這樣一種近乎臣服的姿態出現在對方的私人領地。Marcus 那句認領更是撕開了所有溫情脈脈的假面。認領集麼？是認領過往歲月裡那些被闖奪的、被錯付的、被公眾消費成談資的時光，全是認領某種更隱秘的、只屬於女性之間的債務與償損。我坐在電腦前，手指懸在鍵盤上方，窗外的蟬鳴闊噪得像是另一個擁堵的警報。作為一名長期追蹤娛樂文化現象的寫作者，我本能地嗅到了這件事背後那團混沌而熾熱的岩漿。互聯網的記憶是短促而細膩的，但這次的事件不同，它觸動的不是吃瓜的獵奇心，而是一種更深層的關於女性命運共同體的隱喻。我們習慣了將王菲視為雲端的神隻，將像柏芝看作人間的煙火，可監控畫面裡那個跪着的背影，卻將神子引入了泥濘，又將煙火升華成了某種祭壇。Marcus 的話之所以炸鍋，不是因為他揭露了怎麼驚天真相，而是因為他用一把生鏽的鑰匙，擰開了我們所有人心裡那扇不敢正視的門。門後是嫉妒，是靈敏，是報復的快意，也是和解的戰略。接下來的72小時，是信息洪流崩塌的72小時。最先行動的是技術流網友，他們像考古學家清理壁畫一樣，逐幀修復那段被截取的監控錄像。有人調整色階，有人增強銳度，船有人用 AI 算法保存了畫面中缺失的右半部分。修復後的影像顯示，王菲並非獨自一人，她身後門廊的陰影裡，旋站着一個身形瘦高的男性，戴着棒球帽，雙手插兜，姿態從遲得像是嚟收水電費的。但很快有人認出，那是竇靖童，王菲的大女人。這個發現讓事件陡然增添了代際的維度。竇靖童的存在意味着這不是一次倉促的秘密造訪，而是一次帶着驗證者，甚至是護送者的正式出現。與此同時，像柏芝家的保姆透過某匿名論壇放出了音頻片段，背景音裡有瓷器碰撞的輕響，有拖鞋踩過地磚的摩擦聲，旋有一個嘶啞的近乎哽咽的女聲在說你不需要這樣。緊接着是另一個更清冷、更平緩的聲音回答我需要，這是我這輩子欠你的第一筆。音頻只有7秒，卻像7顆子彈，擊穿了所有關於作秀或炒作的廉價揣測。輿論場迅速分裂成3個陣營。
一派是贖罪派，他們認為王菲此行的目的是為當年與謝霆鋒復合時對張柏芝造成的無形傷害進行補償。監控里的跪姿是一種儀式性的自我貶抑，是為了讓張柏芝在精神上獲得一種高位的釋懷。另一派是陰謀派，他們翻出張柏芝近年來投資失利、贍養費糾紛的舊聞，堅稱王菲是受謝霆鋒所託，以經濟援助為籌碼來換取張柏芝放棄某些共同撫養權的法律文件，而跪姿不過是談判時突發低血糖的巧合。第三派則被稱為鏡像派，以女性主義博主為核心，他們提出一個更驚悚也更浪漫的假設：王菲與張柏芝之間早已超越了情敵關係，他們在漫長的媒體霸凌中形成了某種共謀的默契。那晚的跪姿是一種鏡像儀式，是兩個人輪流扮演施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用以消化各自背負的公眾創傷。Marcus 在第二天的寶刀直播裡，對着鏡頭慢悠悠地剝了一隻骨子，說：你們都在猜誰欠誰，但未人想過，也苦那個監控畫面裡跪着的，根本就不是王菲。他這句話讓全網瞬間安靜了3秒，隨後彈幕像雪崩一樣淹沒了屏幕。不是王菲，那是誰？難道是張柏芝自己？是替身？是 AI 換臉？全是某種集體幻覺？我決定親自去一趟淺水灣，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理解那種偶是一個在花人世界享譽30年的天后，在凌晨3點俯身於另一個女人門廊的物理動力。飛機落地時，香港的空氣中瀰漫着鹹濕的鐵鏽般的氣息。我租了一輛銀色豐田，沿着蜿蜒的山道駛向張柏芝的住處。那棟獨立屋比我想象中更素樸，米白色的外牆爬滿了三角黴，院門緊鎖。監控攝像頭的公式指示燈在霧色裡像一隻不眠的眼睛。我假裝迷路，在附近的小徑上徘徊，遇見一位留狗的老婦人，她操着混雜英文的粵語告訴我，這幾天有好多陌生車輛停靠，但屋裡的人一直沒出來過。昨晚倒是聽到琴聲，他指了指樓上亮着暖光的窗戶，不是流行曲，像是某種很老的粵劇，淒涼得很。我謝過他，心裡卻泛起更深的困惑。粵劇？王菲是北京人，張柏芝雖在香港長大，卻從未公開唱過粵劇。那琴聲是誰在彈奏？回到酒店，我翻出過去10年所有關於王菲和張柏芝的訪談、側拍，甚至街拍照片，試圖在他們的表情紋路裡尋找蛛絲馬跡。王菲的採訪永遠像隔着一層毛玻璃，她笑的時候眼神是散的，仿佛靈魂早已抽離到對話之外，而張柏芝在綜藝裡的落淚總是飽滿而急促，像一場被擰開的水龍頭。但有一張2015年的慈善晚宴合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他們唯一一次出現在同一場合的不同桌子。攝影師的長焦捕捉到王菲側身時，視線越過無數肩膀和香檳杯，落在張柏芝正在為兒子吃甜點的方向。那種目光不是敵意，也不是靈敏，而是一種近乎考古學家的專注，像在端詳一件屬於自己卻被他人挖掘出土的文物。而張柏芝當時恰好抬頭，嘴角沾着奶油，她對着那個方向笑了一下，那笑容轉瞬即逝，卻帶着一種奇異的安心，仿佛她知道被凝視，且默苦了那種凝視。第3天的凌晨，我做了個瘋狂的決定，我嘔車再次前往那棟獨立屋，這次沒有偽裝，直接按響了門鈴。應答器裡傳嚟的不是人聲，而是一段長達15秒的靜默，然後門鎖咔嗒一聲彈開了。我推門而入，玄關的感應燈亮起慘白的光，走廊盡頭是一間寬敞的客廳，落地窗前擺着一架古鋼琴，琴凳上坐着一個人，背對着我，長髮披散，穿着那件在監控裡見過的素色衣衫。他緩緩轉過頭，是王菲。他看起來比舞台上年長許多，眼角的紋路像乾涸河床的支流，但那雙眼睛依然亮得驚人，像兩個被擦拭過度的銅鈴。他沒問我為什麼來，只是指了指對面沙發，茶几上擺着2杯已經涼透的普洱茶。我坐下時發現地板上有一塊明顯的凹痕，正是監控截圖中跪姿對應的位置。那道凹痕周圍旋有幾圈炸淚，凝固成琥珀色的斑點。
你也是來問那個姿勢的？他的聲音比記憶裡更沙啞，帶着長期不說話的滯濕。我點頭，他笑了，那笑裡沒有慣常的疏離，反而透出一種坦然的疲憊。Marcus 那句話說得對，但也不對。他端起茶杯，卻不喝，只是用指尖摩沙杯緣。那不是跪，那是蹲。我蹲下來，是因為他那天晚上摔碎了一隻他母親留下的青花碗，碎片砸進了地毯。我在幫他撿。他讀了讀，目光落在地板一盆上，但撿到第3片的時候，他突然從背後抱住我，哭得像個被闖了玩具的孩子。他說：你知道嗎？我這輩子最恨的不是你闖走了他，是我恨你的時候，居然船在羨慕你唱歌的樣子。我蹲在那裡，動彈不得，因為我一動，他的眼淚就潰滴進我脖子裡。我聽着，胸腔裡像塞了一團浸透冰水的棉花。原來所謂的跪只不過是一個物理動作的誤讀，但 Marcus 那句認領卻又在隱喻層面精準得可怕。王菲認領的不是債務，不是罪責，而是張柏芝那份空涌的無處安放的羨慕。而張柏芝在那一刻認領的，即是他自己20年來從未正視過的對王菲藝術生命的隱蔽崇拜。他們之間的和解，不是法庭上的簽字畫押，也不是綜藝裡的擁抱流淚，而是以一片碎詞為媒介，以凌晨3點的黑暗為幕布，完成的一次靈魂對調。竇靖童當時站在門廊陰影裡，他後來在朋友圈寫下6個字：馬馬蹲下去的時候，比唱紅豆船好看。但事件並未因此平息。就在我離開淺水灣的第2天，張柏芝的官方社交賬號突然發布了一段無聲視頻，畫面是他自己蹲在那塊凹盆前，用指尖沾着炸淚，在地板上畫了一個歪歪扭扭的圓。圓心裡放着一枚王菲1998年演唱會上戴過的銀色耳釘，那是當年謝霆鋒在後台撿到，後來念轉送給張柏芝作為分手紀念的物件。這個動作徹底顛覆了所有人的預設，原來王菲的蹲並非單向的補償，而是張柏芝主動創造的邀請。她保留了那枚耳釘13年，從未佩戴，也從未丟棄，只是把它嵌在自己的梳妝台抽屜夾層裡，像一個被刻意遺忘的定時炸彈。而那晚摔碎的青花碗，是張柏芝母親生前用來盛冰糖雪梨的舊物，碗底刻着一行小字：給最苦的孩子。張柏芝在破碎的碎片裡看見了母親的預言，她哭的不是情傷，而是宿命。Marcus 在得知真相後罕見地沉默了整整48小時，然後他發了一條近有8個字的推文：我錯了，但也對了。他錯了，是因為跪姿只是視覺誤判；他對了，是因為認領確為事實，只是認領的對象從情債變成了鏡像。這場輿論風暴最終平息的方式，不是真相大白後的索然無味，而是真相太柔軟、太私人，以至於所有試圖將其轉化為流量養料的媒體都感到了某種道德上的羞赧。人們不再追問王菲為什麼去，不再取測張柏芝為什麼哭，轉而開始回溯自己生命裡那些並竇為貴的蹲，那些為了檢視他人破碎情感而暫時放低身姿的瞬間，那些在深夜被一個擁抱釘在原地動彈不得的時刻。1個月後，我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快遞，裡面是一張拍立得照片。照片裡2隻手交疊着按在那塊地板的盆上，一隻修長蒼白，指節分明；另一隻圓潤溫暖，指甲塗着淡淡的裸粉色。照片背面用鉛筆寫着：蹲下去的世界，比站着看到的多一層地板反光。我知道那是誰的字跡。王菲寫歌詞的草稿向來用鉛筆，而張柏芝在真人秀裡秀過自己的手杖，字跡圓潤如孩童。他們畫虎永遠不配公開同框，永遠不配在綜藝裡相擁而泣。但那道凹盆、那片炸淚、那枚耳釘和那碗碎詞，已經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裡構建了一座小小的、搖晃的，卻真實存在的橋樑。我關掉電腦，窗外的蟬鳴不知何時停歇了。黃昏的光線斜斜地鋪進房間，在地板上切出一塊如淺水灣那個客廳幾乎一模一樣的菱形光斑。我突然想起 Marcus 最初那句話：炸開互聯網的深夜，
無數人在屏幕前尖叫、分析、站敘，但沒有一個人問過凌晨3:17，王菲是怎麼進去的？張柏芝有沒有提前開門？竇靖童為怎麼選擇站在陰影裡而不是進屋？這些被忽略的細節，其實比桂枝更接近本質。那是一次被預謀的、被韞苦的、被驗證的脆弱交換。王菲蹲下的瞬間，她卸下了天后的金箔；張柏芝擁抱的那，她撕掉了單襯母襯的鎧甲；而竇靖童的陰影站位，則是一種年輕一代對上一代糾葛的、充滿敬意的迴避。當整個事件沉澱為互聯網記憶裡的一粒微塵時，我反而覺得它從未真正結束。每次有人再提起王菲、提起張柏芝、提起謝霆鋒，這個三角列構裡都會自動浮現出那個凌晨的畫面，不是作為笑談，不是作為八卦，而是作為一段女性之間沉默的、血腥的，卻也溫柔的條約。那條條約上沒有文字，只有兩個女人的呼吸頻率，一片碎詞的斷口，以及一句被全世界引納，卻唯獨被他們自己引懂的話。Marcus 後來在接受深度採訪時說了一句更耐人尋味的話：我們都在找那像監控的原始母帶，但也苦根本不存在。那個畫面之所以炸鍋，是因為它滿足了我們對和解最原始的想象，必須是疼痛的、不平等的、帶着撫養差的。但他沒說的是，真正的和解恰恰是不需要母帶證明的。它發生在門廊之後，在地板凹痕之上，在鏡頭永遠無法捕捉的擁抱弧度裡。天色徹底暗下來了，我打開台燈，光印落在那張拍立得照片上，兩隻手交疊的陰影被拉得很長，像一座沒有名字的紀念碑。我想起王菲那句被音頻記錄的話：我需要，這是我這輩子欠你的第一筆。他說的第一筆暗示着船有第二筆、第三筆，但那些後續不會再有監控截圖，不會有 AI 修復，不會有 Marcus 的毒舌點評。他們會以更庸常的方式顯現，也苦是一碗燉了4個小時的雪梨湯，也苦是一張賽進門鳳的演唱會後長通行證，也苦只是在某個頒獎禮的後台，兩個人擦肩而過時，依舊輕輕碰了一下。而我們這群隔着屏幕狂喜或暴怒的看客，終究只是他們漫長和解裡的一道背景噪音，像那天午後懸浮在光柱裡的塵埃，旋轉、墜落，然後被新的塵埃覆及。手機再次亮起，是推送提醒，某個新晉網紅正在翻拍王菲桂枝的惡搞短視頻，點讚量已破100萬。我按下電源鍵，屏幕暗下去，那張拍立得照片在黑暗中靜靜躺在桌上，背面那句鉛筆字緩緩印沒，像潮水退去後沙上的留言。我知道明天會有更新的爆炸標題複合今天的一切，但那跳地板上的凹痕，那枚銀耳釘，那碗碎瓷的每一片稜角，都將在無人注視的角落裡繼續折射他們自己的光芒。Marcus 的那句話早已被解構成無數碎片化的表情包和段子，但在他最初的直播回放裡，在他說出那句話之前，曾有一聲極其細微的嘆息，那聲嘆息裡沒有戲謔，沒有犀利，只有一個同樣在情感廢墟裡跋涉過的人，對兩個女人深夜儀式的最樸素敬畏。那聲嘆息才是整場炸鍋真正的引信，只是所有人都忙着檢實爆炸後的碎片，未人願意停下嚟忍一聽，火惡在沉默中燃燒的聲音。